平價大平價，依家想買珠海嘅朋友睇過呢邊啦。以前咧19蚊一平嘅，依家咧5折出售，total 80個咧就係攞低一套宮頸豪宅單位啦。樓下咧就係情侶路4級景區，依家我哋去睇下。哇！嚟到120平方4房2廳2衛，南北對流，通風採光冇得頂，一邊沿藍景池景，一邊咧無敵光景，頂級高樓標準，指紋密碼5A 級嘅防火實木門。同埋入牆式嘅鞋櫃，行過嚟廚房呢邊，竟然有5件套嘅高樓標準抽油煙機、煤氣灶、消毒碗櫃，同埋我哋嘅洗碗機，同埋龍霸咧，全部都係沙文子嘅高樓標準。行過嚟休息區，我哋客廳咧都做咗中央空調，同埋每個房咧都有獨立嘅隔離空調機。廁所咧公濕分離，有浴霸同埋浴櫃咧都係 TOTO 嘅品牌。嗱，門口咧就係港澳直通巴士可以返香港。5分鐘嘅時間可以去到碼頭廣場、心格醫院、大順生都會。咁樣嘅地段、咁樣嘅環境、咁樣格局，你中唔中意？5區留言我係唔使，歡迎下集再見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